带乡亲来去基隆佚佗，北海岸秘密景点仙洞岩内底有一个真出名，一山天很难要过，袂遐简单。要内底呢有真侪石窟，互人感觉袂输是到敦煌。所以讲，这嘛有基隆小敦煌的外号，加上新别扶手洞，只要行入咧洞较深的所在，就使看到石壁顶袂输有这个如来神掌的手印，透过镜头做来看卖。 来到基隆，除了菜市厝、庙口夜市啊，还有一个真侪人拢唔知影的所在。离市区塞车唔免10分钟，就当来到仙洞岩。那这边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天然的海蚀洞地形，尤其是这边道路呢非常的狭窄哦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。那么最后这个通道究竟会通向哪里？我们带您来一探究竟。一摆敢来当一个人要去，经过真侪年大海落去雕刻的天然仙洞。 真正做诶，我进到一半我就进不去。太胖人真的是过不去，小孩子是没有问题的。行车就亲像伫咧走关，想要紧行出去，撇步就是爱裤个正低。 一线天呢，真的非常的窄哦。如果你刚刚挑战失败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旁边呢还别有洞天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有非常多的石雕像哦，让人感觉好像来到了敦煌一样。所以这边呢也被称作为基隆小敦煌。石雕青色的色水是历史留落来分吃。 这会叫做仙洞岩，是因为听讲以前有先人伫咧遮修道顶天，不过你咁叫是冒险团的结束，就伫咧仙洞岩边啊，有一个小秘境。 我们现在就位在了佛手洞前哦。那据说呢，石窟的最深处呢有一个佛手印，究竟长怎么样子呢？我们带您来看一看。继续行落去，就亲像放天然的冷气。为日本时代就有的扶手洞，有真侪山洞，弯弯弯弯，这会设计真重。感觉是黄色的石壁，去海水挂一船一船，爱冒险的民众一定拢爱来过这个桥。 抬头往上一看，你可以看到上面呢有一个佛手印，也就是为什么这边被称作为佛手洞的原因。就亲像如来神掌的印记，不过5载刚存3载，行出去路口，就当看到日头。来到基隆，还有好食的来报你知。 伫咧正边港口菜市厝正对面的冰店，招牌咖啡拿铁雪花冰，有咖啡豆的芳开加绵绵的冰，互你食个透心凉个美味。一撮基隆旅游，后来送过民众拢印象真深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